美丽喏，台湾话。第二课，阮是学生。较早，恁是学生，是无？是，阮是学生。你是师傅，是无？毋是，我毋是师傅，我是牧师。恁请坐。多谢。恁爱食啥物？我请恁食果子。多谢，牧师。阮爱看册，你有册无？有哦，遮有真侪册，请恁看。牧师，你嘛爱看册，是无？爱啊。恁爱食饭无？阮有饭，我请恁。多谢，阮阁有代志。牧师，再见。再见，请阁来坐。